希伯來書13第8節咁樣講到，耶穌基督本一樣，往擺見下，原人本一樣，咁嘛嘅本一樣啦，耶穌基督嘅大能本一樣，咁嘅愛本一樣，咁嘅信者本一樣，做本一家，往擺嘅人叫做信者，理下到原人。佢人能夠做善者本家，佢嘅愛幫擺，佢獻了4歲10時間，加3日嘅復發，因為佢愛切家、錫切家、叫切家，幫擺到理下到原人，佢嘅愛也本一間人類，佢嘅大能隆重也係本一樣，阿沙切家愛要着謙卑嘅心嚟相信佢，然後呢個書面記31第6節咁樣講到，滅強一嘅心。滅本一嘅心，唔無驚，唔無尊，因為愛呀上帝，這樣就係相信上帝，耶穌基督了，佢教吧就講唔無驚，唔無尊呀心，對於隆重一切，你對付嘅，嗱，佢隔你通才，佢唔是講冇才你，佢唔是講病係切家，嗱，阿扎切家係飲門嘅，係相信佢，就叫嘅面連去行。就叫嘅反義去行，就叫嘅福音去行，一天食家要勝利嘅路，要得勝嘅路，因為到佢唔是用係一個單殺對付呢一切世間呢個災難，佢唔是用係一個單殺對付呢世間嘅苦衷、世間呢個煩惱、世間呢個白色，佢唔是用係一個單殺去對付，思想大家同齊，思想本一個力量，思想本一個精神對付一切。呀，嘅問題痛苦，帶出家去得勝嘅路線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